第一个层就是头层嘛。请辅导员看一下这个答案。好，我们安静才要再出下一题。我们安静才要出下一题。你们如果让全老师等很久的话，你们就少玩几题，少玩几题就少得几个赞。好可惜。好，来下一题。顺风骑船，这个顺风，请坐下，请坐下，我来念答案，请坐下，我来念。甲顺风骑船，甲士林，乙安平，丙关庙。好，请写下来。来，请写答案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上写了哈。标准答案是什么？认为40的请举手。你们写40。哎，这个哦，写乙安平的请举手。好，转方向。关庙的请举手。